哇！阿贤老阿发嘅对话过程当中哦，就得看到阿贤真嘅是一个好主人，佢就会发现到，其实啦，我学动物唔免咁简单，看到一个表面，当第一下就做得直接来学佢哦。迄假是讲我营养嘅话，佢咪系有一天嘅流程，要花时间，含个耐心，含个经济，有安尼经济条件，唔怎有办法来去学一个动物。真嘅係一門動態嘅學問呢。客家話叫喂，叫喂，華語的意思是狗，狗。客家話欣賞，欣賞。華語的意思是醫生或者是老師。醫生或者是老師，秀，秀，華語的意思是羊，羊。客家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華語的意思是可愛，可愛。一隻叫話看起來當等一下，一隻叫話看起來當等一下。華語的意思是，這隻狗看起來很可愛，這隻狗看起來很可愛。嘅南西英雄用白形講咯，一隻叫話看起來該等一下，一隻叫話看起來該等一下。做得同先生講，做得同先生講，或者可以說非常做得講，做得老先生講，做得老先生講。那華語的意思是說，你可以和醫生說，你可以和醫生說。唔愛突然去學，唔愛突然去學。華語的意思是，你要帶回去養，你要帶回去養。南西英雄用白形講，唔愛突然去學，唔愛突然去學。